舊樓做大維修，小業主使一大筆錢，都未必知道工程做緊乜。我聽佢睇做乜嘢嘅啫，我哋都唔係好了解㗎嘛，有好多嘢，佢亦都唔係話咁詳細。再揾一個顧問翻嚟，佢同你講，哦，其實咧就唔止咁嘅價錢嘅，係咪會貴啲嘅咧？其實我哋真係冇概念咯。但原來業主可以揾市建局為工程方案獨立估價，咁點解天價維修仲係爭議不斷？市建局有對顧問嘅名單，我梗係喺嗰度揀㗎啦。質量佢講到明唔保證喎，咁而家話俾你聽，咁呢個最低門檻係幾荒謬啊！業主會好多都冇嗰個專業知識啦，越少人需要去溝通，就越容易去做到圍標呢樣嘢。大維修壓力比較大啊，難聽啲就係一個大肥豬肉，不法之徒就會做手腳咯。歡迎收睇新聞透視。強制驗樓計劃推行10幾年，而家個屋苑大維修工程費閒閒地都數以億計。除翻開每個業主要俾5至到6位數，有人話平，有人嫌貴。一個維修隨時搞到成班街坊嗌大交，到底幾多錢先至為之合理？杜耀宗同屋企人住喺西灣河泰安樓，最近大廈開始大維修，佢屋企都趁機大裝修。喺下背佢嗰場應該冇問題啦，係上高同埋天花嗰度呢度呢啲係比較緊要啲嘅，因為佢漏水都好緊要。泰安樓2020年收到政府嘅強制驗樓令，檢驗大廈公用部分，之後就要大維修。啊！你直情角嘅個聲都唔同嘅，呢啲實嘅嘛，呢個厚嘅。不過實際上維修啲乜，杜耀宗話其實佢唔係太理解。之前咧佢係咁樣嘅，但係呢啲咧就係擴晒出嚟啦，即係鹹罅擴晒啦。咁佢鑿晒之後咧，第部鋪翻新嘅咯。多數都係整大廈嘅外表啊、油油啊，討論咗都好耐下㗎啦，都有1年㗎啦，即係不斷咁開會啦。我聽佢睇做乜嘢嘅啫，我哋都唔係好了解㗎嘛，有好多嘢，佢亦都唔係話咁詳細。佢話大廈唔少業主都係老人家，雖然大家都唔太明工程做啲乜，不過每戶都照夾咗大概5萬蚊。應該係要整啦，你話你都要整啦，錢就夾咗啦，咁你梗係要有邊啲嘢唔啱，咁咪鑿晒佢咯。負擔梗係沉重啦，我哋啲咁嘅老人家。方寶橋嘅屋企人住喺牛頭角安基苑，屋苑落成40幾年，去到2022年，法團建議做大維修，最終屋苑4座大廈要用1億5千萬大維修。不過呢筆數點樣計出嚟？方寶橋話，連本身喺另一個屋苑做過業委會主席嘅佢都唔識計。我哋屋企人都好老㗎啦，其實佢哋都冇乜感覺㗎。坦白講，對呢啲大維修，因為都係我哋啲相對地後生嘅哋俾錢啦。有啲我諗有能力嘅家庭覺得10零萬整一整咁都 OK 㗎，整啦。如果係強制嘅要做，住戶冇專業知識都唔緊要，因為根據行內嘅做法，大維修工程一般都會請顧問公司全程監督，亦都會就工程費用俾意見。同發生5級火嘅大埔宏福苑一樣，安基苑都係由鴻毅建築師擔任工程顧問。不過去到大火之後，方寶橋先留意到顧問費似乎偏低咗。嗱，呢度顧問費咧，其實係講緊2-3萬。嗱，我哋真係冇概念，點解佢之前會收咁少錢，而家我仲要執手尾，係咪會收貴啲？其實我哋真係冇乜嘢概念咯。咁顧問費收幾多先至合理呢？香港測量師學會2012年估算過，超過800萬嘅工程，顧問費大概佔工程總額嘅6%至8%。以大埔宏福苑為例，大維修工程嘅總額係3億3千幾萬。以咁去推算，顧問費可以收過千萬。不過鴻毅建築師只係收大概30萬。
顧問費好似好抵，但係工程價格就引起業主多番質疑。期間，洪毅強調，最終方案係由業主自己揀，難以理解有人形容係天價。去到大火之後，廉署拉咗洪毅至少2個董事，同埋2個負責監督工程嘅項目經理，懷疑佢哋涉及貪污。又拉咗宏福苑現任同埋前任法團主席徐滿金同鄧國權。呢度係火炭瑞和苑，大維修咗大概2年，去到宏福苑火災之後，先啱啱拆咗棚網。瑞和苑2019年至到22年為大維修招標，本身係退休土木工程師嘅業主余生話，投票當日有法團委員建議大家揀邊間公司。啲委員出嚟講話嗰間係好多意外㗎。最平嗰間，佢哋又唔知做啲乜嘢，又有問題啊！咁呢個委員係講呢樣咧，嗰個委員係講嗰樣，咁啊，佢哋輪流去講一大紮呢啲咁嘅嘢。咁啲街坊聽到未係話哦咁樣啊，咁唔投呢間啊咁。屋苑法團主席承認投票前一直有呢類嘅討論，但解釋係因為佢手上有業主嘅授權票，需要決定點樣代表街坊投票。有啲住戶咧，都自己咧主動咧係將嗰個授權書咧擺咗喺我哋嗰啲即係每個大堂嘅收集箱，佢哋唔出，因為出席唔到啦。委員咧係有喺一個即係 WhatsApp 群組嗰度有討論嘅，有啲即係有工業意外啊，或者佢公司嘅規模好細嘅，咁我哋已經即係都唔會考慮啦。咁我喺群組入邊啦，但係我冇出聲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唔想左右大家嗰個討論咯。最後業主大會通過揀依家嘅承建商，投標價成3億8800萬，但係38間合格嘅入標承建商裏邊，有13間平過佢。就連市建局都發信提醒法團投標價比估算高咗6.13%。工程顧問公司又發現，承建商計外牆面積係207000平方米，比顧問公司量度嘅15萬平方米多。打鑿、批盪、油油嘅面積相差1/3，估算標價都相差7000萬。但係余生話，法團主席照樣簽約。顧問公司咧，亦都自己去計一次咧，就發現冇錯，真係大咗好多。咁問承建商，你肯唔肯減低翻呢個數量同咁啊，令到你個標價咧會降低翻啊？咁個承建商就答咧，就話唔會啊，因為咧呢個係冧心 contract， 顧問公司亦都冇再跟進，咁法團亦都冇再跟進。根本上咧，即係嗰30幾間嘅公司咧，嗰個交出嚟嗰個外牆面積咧，都係有不同嘅。顧問公司都講啦，就係話，如果有可能有啲公司佢可能想攞到呢支標嘅，咁佢就會計得進取啲。咁個價錢咪低啲咯。不過但係依家因為我哋呢個係一個叫做冧心 contract 嚟嘅，咁唔會因為佢個外牆面積咧而影響嘅。咁所謂冧心 contract 亦都真係總價合約。咁翻查承建商就工程議價俾測量師行嘅回覆，咁承建商喺2023年亦都曾經提出修葺地底渠工程長度計少咗。但係同樣基於係總價合約，佢哋唔會逐個項目加價。咁點知今年就提出項目要由大概870萬加到2300萬，而法團亦都召開特別大會通過方案。咁嗰陣時即係顧問公司亦都叫做咩睇即係唔知道嗰啲渠嘅位置喺邊度啦。咁到後期咧，即係房署咧又揾到嗰啲渠位啦。嗰日我哋就開咗業主大會，就係話要做翻個更換，因為呢個都係強制驗樓其中一個項目嚟嘅。佢強調呢個項目唔需要額外集資，但就算今次唔使俾錢，余生話都難保下次唔會突然出現天價項目。當我哋嗰度啲人係生財工具啦，當我哋係一隻肥鵝咁咯，沒完沒了啊！雖然係已經過咗完工期成半年啦，但係咧
仲有100幾個項目係未做嘅，咁陸續未將啲項目出嚟，就係話啊，佢又話個價錢咧就係低咗喎，佢唔願意做喎，咁啊唔該又搞個咩特別大會又投票咯，咁投票佢一定過㗎，因為佢擁有大量嘅授權票啊嘛。瑞和苑承建商富林工程營造冇回應。一個屋苑要做大維修，往往牽涉好多唔同範疇嘅工程，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公司參與。有學者話，小業主好難掌握全部資訊。佢哋即係業主會面對嘅情況咧，就係嗱，一來咧佢哋就係冇好多都冇嗰個專業知識啦。咁而呢個顧問同呢個工程公司或者工程即係各個工程公司個關係係點咧？其實好多人好多業主其實都唔了解。如果個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同嗰個工程公司係有一定嘅關係嘅時候，咁可能就係可能有好多問題會出現到咯。由招標去到揀承建商，樣樣都要開會傾，但又唔係個個業主都參與。梁天卓話：正係咁，令到承建商有空間抬高個價。將呢啲咁嘅決定咧，假手於人，假手俾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啊，或者係假手於嗰啲顧問啊，咁樣去做呢個決定。從工程公司個角度嚟講，你越少人需要去溝通，咁就越容易去做到圍標呢樣嘢啦。但原來每個大維修方案，業主都可以揾市建局幫手做獨立評估，又幫唔幫到小業主呢？我哋下一節再睇。Ada 係柴灣一個屋苑嘅業主，由屋苑40幾年前入伙住到依家。呢日佢帶我哋去屋苑嘅停車場睇下。呢度上邊你睇下，啲生鏽嘅鋼筋露晒出嚟㗎啦。呢層最嚴重嘅，睇下，周圍都要圍晒，圍少啲咧，啲車根本都停唔到喺度㗎啦。明知係問題多，但都做唔到維修。原來佢哋之前終止咗一個大維修工程，咁之後承建商話佢哋違約，向屋苑索償，而家雙方仲打緊官司。而家暫時停咗冇得維修嘅，其實你都見到我哋啦，淨係一度停車場已經爛溶到咁啊！咁而家又唔知道官司要搞幾耐咧，咁俾佢搞一搞拖一拖咧，其實真係好慘啊！啲居民咧，而家香港地嘅啲人工啊、物料啊啲價格不斷上升。咁我哋遲一日維修就只係咧，到時付出仲多，可能而家10蚊嘅嘢，到時要付出20蚊。咁當時點解要叫停工程啦？ Ada 話2年幾前屋苑突然搭棚，街坊先至知原來當時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喺業主大會通過咗一個1億0700萬嘅維修方案，比市建局嘅估價高出57%。就當時因為呢個主席手上有好多張授權票，有幾百張授權票，而大家都開始懷疑嗰啲授權票係點樣得翻嚟。以前我會覺得最多都係謀財，咁你要錢即係我俾你咯。但係而家已經發展到害命啊！因為你見到宏福苑連最基本嘅安全都做唔到。業主立案法團係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成立，代表全體業主管理大廈嘅公用部分同埋處理樓宇復修等等。咁直至2023年，全港有大概2萬座，即係8%嘅私人大廈設有法團。陳繼偉係調景嶺一個屋苑嘅業委會主席，屋苑入伙20幾年，離強制驗樓嘅時間越嚟越近，佢反而唔想成立法團。你可以結婚成立法團，但係唔可以離婚，咁變咗行咗冇得回頭路，所以一定要小心住諗下做唔做法團。唔係個問題，始終我有退嘅一日，即係我咁多，我即係問心無愧，就係揾多時間精力落去。咁如果交到下一手，如果下手唔得嘅話，咁就變咗屋苑會出事咯。我哋就唔想屋苑變成咁，有咁嘅風險咯。佢咁擔心屋苑出事，係因為佢08年出任西貢區議員以嚟，
收過唔少有關大維修嘅求助，都係同法團有關。大維修銀碼比較大啊，難聽啲就係一個大肥豬肉，咁有一定嘅吸引力咯。咁變咗啲不法之徒就會做手腳咯。咁佢哋會派啲針落去選業委會咯，積極去轉法團，轉完法團就會換管理公司。如果嗰個法團，如果個管理公司，如果嗰個承辦商係一條龍咧，就會好麻煩啦。即係個求證唔公正嘅話，咁判出嚟嘅結果係會有唔公正咯。今年9月，競爭事務委員會公布調查緊一宗樓宇維修圍標案件，涉及各區25個工程項目，合約總值超過6億。學者梁天卓大概10年前做過有關圍標嘅研究，佢話政府推出強制驗樓之後，懷疑圍標嘅個案反而多咗。百幾個公司有個標，但係其實中標咧主要集中喺10零20個度啦。當中有4、5間咧係入標嗰個次數就比較多嘅。咁喺屋苑 A 入標，一齊又入得高；喺屋苑 B 又一齊入得低。更有趣嘅咧就係喺2012年，即係頭先講到強制驗樓實施之後咧，佢哋嗰4、5間工程公司嗰個入標價個相關性就更加高。佢認為要減低圍標風險，政府應該考慮為市民提供工程項目參考價格，幫市民判斷標價係咪合理。因為政府自己去起公屋、起居屋，其實係有好多呢啲咁嘅資料維修噶啦。譬如話好簡單，做嗰個屋宇個外牆維修，咁每平方米個成本其實有幾多咧？咁其實係有啲咩 formula 去計出嚟咧？咁其實呢樣嘢政府係可能可以幫到手咯。亦都唔係政府介入個市場，而係政府去幫助個市場運作。好，陳生，係咁咧，我哋今晚就會傾第二個議程啦。我哋7點半開始㗎嘛，咁諗住去到或者係10點鐘上時間啦。陳國柱係灣仔一棟大廈嘅法團秘書，咁最近大廈大維修，佢哋用咗市建局嘅招標妥招標，嚟緊就要揀承建商。咁我哋鋪咗有幾個價錢，有上中下3個價錢嘅咁樣，咁大家你選咯，1000幾萬嘅，起碼都要20幾萬一戶㗎啦，係咪即係咁講？咁咪佢哋自己選標咯。而家個時價1000幾萬咧，都要俾嘅，跟包埋外牆嗰個結構啊嘛，咁咪係正常1000幾萬嘅要嘅。最緊要嗰個顧問公司解釋嗰個承建商佢個背景，即係入場點樣做嘢，佢嘅責任。市建局2016年推出招標妥計劃，就樓宇維修工程提供收費支援服務，包括揾獨立顧問幫業主做工程費用估價作為參考價。招標妥佢個部門咧都同我哋開會嘅，講解好多嘢嘅裏邊嘅，佢都講得好清晰嘅。點樣去申請？點樣申請啊？有啲咩要點啊？因為佢係專業嘛，我哋法團嘅委員唔係好知道嘛，尤其是啲建築嘢嘅嘢係比我哋更加了解啦。咁市建局亦都有同非政府組織合作，支援業主同法團。中間民嘅組織正係其中一個。招標妥喺居民嘅角度睇咧，就係比較安心啲嘅一個，即係嘅一個招標嘅方式啦。其實市建嘅同事係會全程去跟住嘅，即係包括咧就係見承建商，包括佢哋會去做嗰個招標書嘅制定。咁跟住之後咧就直到佢哋揀到個承建商，咁跟住佢哋開工。不過有立法會議員話，工程有咩應該做，有咩唔使做。顧問對承建商嘅盡職審查係咪全面等等，市建局其實冇抽查。至少有個人去抽查下顧問公司，是但揀2個項目俾分，佢啲係咪好兒戲填表嘅咧？就係真係值得俾咁高分嘅咧？之後都有個人走嚟抽查我咧，咁佢唔敢亂嚟啊嘛！你信一間廠啊，質素保證，但係你一定有 QC， 你 QC 睇完你唔會睇晒成盤貨噶嘛，你咪抽10%，咁統計學上你睇到佢係好與唔好噶嘛。咁除咗幫手估價，市建局嘅樓宇復修登記計劃亦都有註冊檢驗人員、承建商等等嘅名單俾業主去參考。嗱，不過市建局同時寫到明，
評核準則係核對清單，只包括機制或系統嘅存在性，並唔涵蓋機制或系統本身嘅質量。你知唔知呢段中文講咩啊？呢段中文即係話咧，我有啲嘢叫你自己填咗咧，咁有做定冇做，咁做得好唔好咧？佢唔睇嘅。出邊考到牌嘅，哇，數以萬計。佢話有堆顧問嘅名單，我梗係喺嗰度揀㗎啦。咁而家話俾你聽，咁呢個最低門檻係幾荒謬啊？市建局回應話，招標妥喺唔同階段提供支援，旨在係降低圍標嘅風險，但唔會參與制定合約、技術評標同埋揀選中標公司等等。市建局會配合政府嘅改善措施，適時作出跟進。田北辰就期望市建局日後可以為小業主做更多。我要一個真係幫到我市建局，除咗佢俾錢俾我啊，俾佢嗰啲服務啊，個服務真係企喺我後邊，一路跟住我行。好諷刺地，所有人類嘅改革，全部都係大災難發生先至有勇氣去改革，不能再有一件咁嘅事再發生，係完全負擔唔起嘅代價。咁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災，特首成立嘅獨立委員會亦都會審視工程有冇涉貪圍標同埋不當合謀串連等等，9個月內完成報告。今集新聞透視講到呢度，再見。